3分嘅階段啦。暫時稍稍領先嘅咧，亦都會有我哋第3戰嘅賽力連結啦，第4戰度嘅九龍廣州會擊雙嘅啦，亦都係稍稍領先咗出嚟嘅。我哋去到我哋最後3分嘅階段，見到我哋九龍廣州會擊雙啦，中國漁民福利會，第2次就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，第3次就南英龍舟會，第4次就成豐海虎仔，第5次就健兒體育會。有冇見得到有邊一隊隊員咧帶咗出嚟咧？你睇下我哋而家去到第一個位置啦，第4次就啊，成豐海虎仔啊，好啦，喺我哋等待我哋啱啱呢一場41場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嘅分析，究竟邊一隊可以衝線？好啦，第6名衝線嘅咧會係亞中國漁民福利會，第5名係沙頭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，季軍第3名係健兒體育會，亞軍係成豐海虎仔，冠軍係榮耀其名啊！真係好似如虎添翼一樣啊！咁接住落嚟咧，我哋見到我哋4隊嘅大第3戰就係荃灣維積漁民會、青英樓，第4戰就係香港九峽和龍，第5戰就係柴灣新迪龍。賽事已經去到一半嘅階段啦，我哋見到咧稍稍領先